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嘉新闻，我是蔡小军。新闻一开始，先带你来看最近很夯的基隆恐龙 A2 生态园区，从试营运来人潮不断，市长谢国良宣布将延长试营运的时间。画面中可以看到，假日的基隆恐龙 AR 生态园区人潮满满，许多亲子家庭都来体验，显示这样的一个创新营运的确成功吸引了许多游客。基隆市长谢国良表示，原本预定试营运到9月27号，为了疏解人潮，特别协调将试营运期间延长到10月31号，让更多有兴趣的游客可以到潮境公园来体验基隆的侏罗纪公园。我们基隆的这个 AR 的恐龙园区其实大家都了解，在这一次在这个几个周末已经是可以说是家贫如潮，那这个人满，这个非常非常的热闹所以因此呢，我们本府宣布对于这个原本试营运只到9月28号的一个试营运时期我们要把它再来延长1个月左右，所以新的试营运期这个会延到10月31号。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就挤在大家认为说就是只有9月的这几个周末能够过来，所以这个周末我们预期是一个高峰所以我不是说大家这个周末不要来，我的意思就是说9月份跟10月份的周末大家都可以来，请大家不一定要挤着在这个周末或下个周末一定过来，我们会把试营运的时间来延长。另外，我明天也会亲自带领几位局处首长来拜访海科馆，来讨论如何把这个地方来增加它更好的一个规划，包括说这个接驳啦等等，因为这个平浪桥事实上如果很多车子一进去出不来卡住了，那所以我们也需要更多更完整的一个交维的计划。从营运到现在大概经过2个周末那跟各位报告一下，其实在我们的那个 AR 的下载数，那在8月30号、9月6号总共4188次，但是在第二周的时候，9月7号到9月13号已经累积可以到达大概快7000次了。那其实那个成长的幅度是真的还蛮多的。那另外就是有关于海科馆的这个票价的门票的收入的部分他们假日我们有去问一下海科馆的同仁那假日大概平均收入在20万不过9月7号的门票的收入就有达到37万那其实成长了大概近80%左右。对，那另外就是有关于货柜市集的摊商那他过往的假日大概是6000块到1万块每一天的营收，但是9月7号光是营收就有达到3万元，这只是单一摊商。那其实我们可能还有像外面的一些这些餐厅，我们都还没有去做询问。那我相信这一波的人流带动，确实有带动，也呼吁之前市长一直想要振兴潮境的这个方案都有带动到周边的一些环境。那另外就是业者也有跟我们讲说，未来包含周遭的饭店也要可能打造这个所谓的恐龙的房间，或者是还有像周遭的还有旅行社11家、12家旅行社，未来都会跟他们来洽谈，希望可以把这个 AR 恐龙公园都可以纳入到他们的行程之中。有很多的市民朋友都有在问，就是说这个到底我们的基隆市民会不会有一些优惠那我想在营运区结束后来我们请这个品超这边拿一下，就是我们基隆市民是有优惠的基隆市民或者是在基隆念书的学生，包括海大你是外地户籍但在基隆念书的学生包括崇佑等等我们的平日是150那假日的时候是200那外县市的朋友就收费会稍微比较高一点点。外县市的朋友我们平日收400元然后呢假日收450，那大家都可以感受到身为基隆市民是越来越幸福这样子那所以我们会继续的努力把这个AR 的恐龙园区做得更好。
市长谢国良强调，努力市政工作是他们目前最重要的重点，结合创意与行动力来活化潮境公园，吸引游客到访，期盼能够振兴潮境地区的观光，带动当地的观光消费产值。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再带你来看，全台最大的扭蛋店在桃园艺文特区商场正式开幕，有超过600台的扭蛋机可以扭到爽。业者还推出了直径9公分的超大扭蛋等多元化的扭蛋机，颠覆了大家对扭蛋的想象。正式开幕，请剪彩。全台最大的扭蛋专门店正式进驻桃园市立图书馆新总馆电影院栋桃之道，有超过600个扭蛋机台，让扭蛋爱好者可以尽情扭起来。这也是日本扭蛋专卖店业者来台湾开展的第一家店。周末开幕第一天就吸引众多人潮排队，大小朋友喜欢的各种 IP 几乎都找得到，欢迎扭蛋爱好者来转。これが、アジアでは他の国でもオープンしてるんですが、初めて台湾でオープンするということで、このお店を皮切りに GBO をもっともっと増やしていって、日本のガシャポンをきちんと伝える場所に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面白さだったりを伝える場所に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我们的 IP 产品其实是非常的多，那包含说星之卡比啊，或是钢弹啊，或者甚至是说那个面包超人，或者是最近比较红的一些像奇卡哇或是宝可梦之类这一类的产品，大部分我们全部的这里面都会找得到。那再加上说，还有一些跟一些品牌联名。超过600台的扭蛋机包含各种 IP 及原创商品，而最受到关注的就是9公分的卡比之星扭蛋，也是业者最新推出的扭蛋。另外还引進可以转出资料夹、海报、扇子、画板等的特殊机台，打破一般大众对扭蛋的印象，超级吸睛。面数があるいろいろなガシャポンの筐体がいっぱいあるんですけども、それバラエティに富んだ商品、いろいろな IP だったりオリジナルの商品があります。その中で目玉の商品はですね、こちらの90スパイ、90ミリの新しい大きなカプセル、これはアジアで、世界で日本以外の国で初めて、こちらで販売になります。还有它的平面式的这种扭蛋，这样子其实让大家能够有更多的选择，然后更好玩，然后越来越多的这个扭蛋，然后让我们来做引进，这样。开幕第一天就吸引大批人潮，不仅有人从早上8点就在现场排队卡位，许多年轻人一走进店里就直呼好赞。过去都要到日本才有这样的大型扭蛋专门店，现在台湾就有，真的超级开心。大概早上8点多过来排，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毕竟是第一个有这么大型的扭蛋，然后会想要去看一下，然后尝试看看，对啊。我觉得超爽的，因为很少看到台北就是台湾有这么多扭蛋，然后全部集中在这里。然后这边呢，我发现有各种 IP 的扭蛋，各种卡通的扭蛋都有，然后甚至就是那个还有什么资料夹，我刚看到有资料夹那种卡片的扭蛋也有，应有尽有。对，通常就是我们可能要到日本，或是飞到日本才能够玩，对，有这么完整的，所以看到很开心。扭蛋专门店位在桃园市立图书馆影城栋，超过600个机台，不仅是台湾最大，也是日本以外最多机台的分店。整体的扭蛋价位落在100元到450元之间，有各种形态、尺寸的扭蛋让民众探索挖掘。喜欢扭蛋的民众千万别错过。记者赖伟一投影报道。再带你来看，2024台湾文化创意博览会圆满落幕。根据台南市政府统计，主要的商展区及321项艺术聚落概念展区参观的总人数超过了62万人次，打破去年历史纪录，产值高达12亿。大台南会展中心外，民众撑起阳伞，顶着烈日排队。透过空拍画面，让人惊呼，就像是贪食蛇，人潮翻倍成长。今天大概排了1个多小时，动线的部分我觉得可以再多改善。我大概3点左右才入场而已。1年1度的台湾文博会汇集超过570个品牌，
近700个摊位，不少人都把握最后1天的时间来买心仪的商品。刚才去逛那个卡波啊，然后又去看了一下阿啾小剧场，比较多是明信片跟贴纸，霸轩、小美或是阿啾。根据文化部统计，这段时间总共创造12亿产值，相较去年成长大约8%。除了主展区，还延伸到市区，由文化局规划概念展区类森地，还设计原创 IP 行阿鸟，让参观人数突破去年来到62万人次。这段时间台南的观光或者是住宿而言等等的这种相关的消费力，我觉得都很惊人。文博会其实我们是夜间开馆嘛，大家知道其实夜间开馆其实是我们准备了很长的时间，所以其实也借此去盘点一个我们的不管是古迹或者园区在夜间开放的可能性。这届文博会是商业结合文化创意的最佳典范，不但全方位展现台南的文创软实力，也替台南400文化行动发展出夜间文化的机制。记者说台南的报道。同样是在台南配合台南400台南市立博物馆推出田运糖路特展，介绍台湾100年的糖业历史，同时还推出日本糖果体验工作坊，带领民众探索糖如何影响台南人的日常生活。糖产业在台湾的发展历史悠久，可追溯至17世纪荷兰时期，通过东印度公司贸易网络，让台南、荷兰、印尼、日本等地产生了特殊的联系。透过这个小型的展览，也除了17世纪的糖，然后也谈后来清代怎么进一步制糖，后来日本时期的所谓的新式糖厂的出现，那来谈这个过程当中，这些糖在台南怎么样的逐渐发展。台南市立博物馆响应台南400，特别策划这场甜蜜蜜的展览，包括印尼糖业发展史的介绍，以及台湾本地糖业历史文物。另外还首度公开1903年甘蔗栽培地略图以及砂糖输出图表，和台南第一糖商王雪农的完整史料。那其实在这400年之中，陪伴的发展最重要就是制糖，因为荷兰人来这里开始来种糖，开始以糖为外贸品啊，所以呢这个从印尼巴达维亚到台湾的糖路，包括到日本去的这个糖的生产的应用，我们在这个展览介绍了这样的一个历史关系。日治时期的糖业改革让台湾在世界糖业市场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展中更有于海外首次展出的日本松浦史料馆白果图卷轴以及甜品展示，同时办理一场和果子手作体验。我们一直以为就是台南就是糖的一个城市嘛，那其实它是有一个背景存在。来认识一下台南的历史。是200年前荷兰人从那个随着贸易船进来的那个甘蔗种子，就融合他们传统的果子文化，新开发的一种糖的制作方式。展览聚焦台南本地糖业发展史和传统甜品文化，融合历史文化和美食，带领民众探索全糖城市。记者说台南报道。接下来要带你来看高雄左营就有家寿司专卖店，每日限量贩售芋泥寿司，采用新鲜的大甲芋头制作，口感绵密、甜而不腻的寿司，大受顾客欢迎。来到市场里的这家寿司店，琳琅满目的品项让人看了口水直流，真想每个品项都吃一轮。看网络上面来的，对，就是网络上看那个芋泥寿司，不知道吃起来是甜还是咸的。许多顾客慕名而来，为了要品尝店家的特殊品项芋泥寿司。满满的芋泥里头包了玉米笋、小黄瓜以及乳酪，绵密的口感让顾客念念不忘。它的寿司也很好吃，吃了流连忘返这样，都一直想要吃。老板采用新鲜的大甲芋头做成甜而不腻的芋泥，处理的过程相当繁琐，每日限量贩售，早早就会被顾客抢购一空。芋头的话是想说是选用大甲，那它因为它是比较有香气，那做起来的话就从切块，然后跟包含蒸，那蒸完之后还要再去打完之后来让它去加那个糖嘛，那糖的部分的话让我们人体的话比较容易代谢。那再加上做完之后还要再去做整形，整形完之后还要开始卷，这个整整的时间大概耗时在5个小时。
还有炙烧鲑鱼寿司也是店家相当热销的产品。老板坚持采用新鲜的鲑鱼搭配店家特制的醋饭，吃起来相当顺口，也是熟客的必点品项。就是饭量跟鱼的量刚刚好，不会觉得吃的太多了饭，然后鱼也很新鲜。其实我本来是握寿司跟那个醋饭。搭配的话是更好的。那因为我想说，就是选一般寿司用平价，然后让客人去购买。那这样子的话，会相对的让客人觉得说便宜，然后又好吃这种感觉。就想要说把自己做好吃的东西，然后给自己的客人这样子。店家用心的制作每个品项，希望能把每一份新鲜又美味的寿司交到顾客手里。记者潘志光、陈映君高雄报道。再带你来看，渔业署去年与便利超商合作，将国产水产品开发制成复热即食餐点，广受好评。今年再推出鱿鱼和鲈鱼制成的美味即食料理，让民众在便利的通路就能快速吃到国产美味。沙茶炙烧鱿鱼烤饭团，选用台湾船队捕捞的阿根廷鱿鱼，刷上特制酱料烤制，加上烤饭团，香气四溢。还有这款姜丝鲈鱼汤，使用在地优质的国产金目鲈鱼，搭配姜丝豆腐，营养满分。这两道是渔业署与超商合作，找来名厨设计而成的复热即食餐点，在超商通路贩售，让民众在居家邻近的地点就能吃得到国产美味。就是我们这个阿根廷鱿鱼呢，就是用这个沙茶的这个蒜蓉酱下去秘制的烧烤，想看刷起，所以我的饭团呢上面还会有个蜜汁酱，刷上去之后再去烤，烤完之后它里面就会产生那种上面会产生那种锅巴的感觉。这个在技术上其实非常的难，工序非常的多。对，我们克服把它做出来。对，我们现在这个全台 7 都有贩售，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在里面吃到如此美味的鲈鱼汤。吃鲈鱼汤啊，有豆腐跟很多鲈鱼肉，吃起来真的很香，满满的新鲜的味道又有补的感觉，对，又接近表皮。还是要跟主持人还有2位报告一下，这个不错吃有锅巴的味道，还有在里面的沙茶鱿鱼，这个是很对味。谢谢2位主持这边的一个开发，谢谢。渔业署顺应消费者追求快速与创新的饮食习惯，辅导相关产业及加工业者持续开发多元化的国产水产商品，为大家增添日常美味。那今年我们在跟统一超商合作推出了沙茶盐烧烤鱿鱼饭团我们跟民族五饼城合作应用我们渔船在西南大西洋捕捞的鱿鱼带回来新鲜的鱿鱼那搭配中秋节应景烧烤美味来制作这个饭团产品另外跟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餐厅那来合作来创造一个熏燕姜丝鲈鱼汤这个鲈鱼是应用我们自己养殖的金目鲈鱼这目前正在生产那来创造这2个产品推荐给全国消费大众欢迎消费大众到7来享用这2个产品。当然7一定会推出很多的优惠的措施来推展这2个产品。那渔业署为了因应整个消费形态的改变为了提升我们国产的水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多年以来都辅导产业团体、加工通路业者来开发各种不同的产品，让消费大众能方便买、轻松煮、即时吃来消费我们国产的优质水产品。那在方便买里面我们在实体通路上跟统一超商合作来推广。当然，我们各渔业团体也有实体店面可以来消费、来就近购买。那在线上网络通路的话，渔业署也开发了买一器先一购的网络网购可以欢迎社会大众可以上网去采购
那我们各个渔会就包括全国渔会、各区渔会都有一些网络官网可以销售在地所生产的水产品。那青中组呢，我们为了符合现代社会需求，除了成衣产品以外，我们进一步的辅导开发如鱼片、鱼排、鱼肉、水饺等很方便料理的水产品，提供给社会大众轻松带回家就可以做料理了，减少一些厨余的方式。那即食是我们也开发一些老少咸宜、即开即食，如鱼鳞萃取、冻饮、罐头、饼干、零食、鱼精、料理包、加热即食食品等等的我们推动这3个，让消费大众能很方便的去买，轻松的回家煮随时买随时可以吃的即食产品那在这边很感谢各位贵宾能来参加我们这个新产品的记者会更加感谢统一超商能跟渔业署合作，持续来推展我们国产的水产品让消费大众能很方便的到各个通路商各个门市店买到各种水产品在这边渔业署中秋节快到了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渔业署期望通过丰富国产水产品的市场，让大家在日常中享用到多样化、高品质与值得信赖的国产水产品，进而强化国产水产的市场竞争力，提升产业韧性。记者翁俊台北报道。艺人在台南开餐厅哦，现在还推出了艺人套餐，带您来看户野日式料理特别举办1周年庆，推出白云及彩华套餐，吸引了许多饕客及影迷、歌迷朋友到场相挺。为迎接1周年庆，户野日式料理特别邀请艺人股东白云及王彩华担任一日店长，并结合2人的名字推出白云套餐云朵虾松及彩华套餐红鲟海鲜粥，让饕客们及追星族在享用美食的同时，就好像在跟偶像约会一样。我们就是接手这间户野已经超过1年了，所以今年举办这个周年庆，那今天就有推出。这是白云哥的艺人套餐，跟彩花姐的艺人套餐，还有2人的专属的桌菜。对，我们就是有一个很大的改变，用艺人为主题，然后推出一些融合日式、台式、西式、法式的餐点，把它融合在套餐里面。白云哥就有帮他专门设计一个云朵虾松，对，它是用越南的春卷皮去炸，然后起来的话会像一个云朵，对，然后包一个虾松进去，那个就是蛮有海味的，对，吃下去让你漫步在云端。对，然后彩花姐就是有一个专属的红鲟粥，对，它是用整只红鲟下去包的。白云表示会投资这间餐厅，也是因为儿时玩伴的一句话，当下没怎么考虑，马上就答应。1年过去了也没失望。王彩华也说，每次回到故乡来这用餐，都能吃到很好吃的料理，让他很开心。陈董，我的同学，我很受不了他。他一通电话来就说，你应该汇多少进来，我们来共事一家好吃的餐厅。我说那可不可以？你不用多想，你就汇进来就对了。彩华也是莫名其妙，因为呢够义气了。因为彩华也知道说，他只有问我，白云，我们可不可以？我说。没有关系啊，就算被骗也算了啦。乱讲，不能乱讲。那没有陈董的人是真的非常的好，因为他跟白云呢就是同学，那他生意做得很大。那因为常常要在外面吃东西，后来吃了这一家呢，刚好老板呢也想要就是换个跑道，所以呢，陈董就说，那我们改嫁落来了，嫁落来，安尼就真会来经营位置拢加的跟那家己的所在、家己的厝同款，而且我又是台南人，所以呢，一回到台南这个温暖的故乡，又有一个很好吃的日式料理，我就觉得哇，很开心。位于仁德区中山路旁的户野日式料理，在美食之都台南，用实力及美味，成功征服了一票老饕。未来也会持续推出各种新菜色，让消费者尝鲜吃不腻。记者张硕维采访报道。接下来要带你来看，基隆区渔会举办假日渔村小旅行，邀请亲子走访八斗子渔港，探究制冰厂如何帮渔船补冰，还请来了私厨带入，教民众如何制作渔村料理。会有带壳，所以它要先放。
穿烫过的小卷放在锅子里煎出两面都呈现金黄色，再用番茄、洋葱、香菜制成开胃的凉拌菜，一起包进墨西哥饼皮里。这一道简单的夏季开胃菜，墨西哥偷抽卷饼就大功告成。蔬菜有一种很清爽的感觉，我觉得跟小卷很搭因为我其实没有很喜欢吃就是小卷，因为我以前都会觉得它会有一点腥味，但我觉得它跟蔬菜搭在一起的话就很好吃。摸下去它是软软，里面是软软的，它就是里面还没有熟，像这样摸起来它是 Q 弹的，它就是已经熟了。基隆区域会厨艺教室里，学员们专心聆听这一堂食育课程。透抽大虾是主角，只见大伙分工合作，替今天的午餐亲手做料理。政府在推鱼食文化这一块的话，其实他们可以多办理这种的活动，对。怎么说？这样子亲子对，除了去认识台湾的一些美景以外，然后对于这种料理，尤其是海鲜类的话，大家的接受度会比较高。小黄瓜穿烫之后，再将大白虾煮熟捞起，去壳之后，将苹果、杏仁、花生粉包进大福卷皮中。学员们超级用心，这一道鲜虾大福卷成了夏天餐前的开胃菜。是洋葱啊、蔬菜啊，然后可能会用一些凤梨啊、苹果啊、小黄瓜都是，然后包含我们最主要的主角就是我们的透抽。那我们是以这个为主轴，当然你里面要换成小卷啊，换成其他当季的海鲜，当然都是可以的。但只要是配得上，可以有办法去入菜，我们都很可以欢迎大家去尝试这样子。基隆渔会举办了渔村小旅行，除安排民众走访八斗子渔港，认识渔港的前世今生。中午在渔会厨艺教室，让职人带领民众手做渔港私房料理，只见家长带着孩子玩得不亦乐乎。就带小朋友来体验一下，然后了解一下在地的文化，那又可以一起煮吃的非常开心。更了解的话，因为我先生有渔船，所以会更对这边当地的细节会更清楚，而且有故事，而且第一次看到那个打冰的。对啊，我们之前都是去别的渔港打冰，然后第一次亲眼看到，真的很特别。比较特别就是说，我不知道八斗子渔港居然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渔港。那有的时候会经过这边，但是也很少有机会走进来渔港这个地方。今天早上先安排了1个小时的渔港走读，是先带大家了解说我们现在八斗子渔港的设施啊，还有我们一些渔船的运作，还有船型我们捕捞的方式。那接下来是到我们渔会的教室去做料理，主要是让民众认识我们跟渔业有关，那也认识我们基隆本港的食材，那要怎么回到家之后可以使用这些食材去做料理。渔村小旅行带领民众走访渔村景点，还有职人手把手传授厨艺，让民众认识渔港文化，也传承了渔村的特色料理。记者黄少明就报道。接下来要带你来看桃园市龟山区县光2村，是全台唯一全区保留的宪兵眷村。修复多年的第1期旧眷社群正式对外开放，可以了解县光2村的历史与生活故事，还有文创商店、教育空间可以逛哦。揭开红布条，象征县光2村眷村文化园区的修复馆舍正式对外开放。桃园市龟山区县光2村作为全台唯一全区保留的宪兵眷村，园区修复多年的第1期旧馆社群终于在近日完工。桃园市府文化局也在6号举行开馆典礼，桃园市长张善政也特地来到现场参访。新馆舍不仅设有展览介绍宪兵工作以及县光2村的历史和生活故事，还有文创商店、教育空间可以逛，让他称赞不已。不止承诺会继续来完成2、3期馆舍修复工程，也预告之后园区将成为地景艺术节的主展区，欢迎大家到时前来走走逛逛，认识眷村。我们都知道陆海空或是联勤都有他们的眷村，县光2村是给我们宪兵同志的眷村。今天开馆哈，特别代表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我们已经有一个馆舍，已经做了常设性的。当时眷村的很多史料的这个展示，我想所有喜欢眷村文化的朋友到这边来都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展示的内容，让他们了解当年县光2村在我们桃园，在我们国家整个眷村里面扮演的历史意义。另外呢，我们文化局也办了很多活动，像是我们现在正要开展的我们地景艺术节，
最近非常火红的这个飞吉拉就在我们县光2村。我们希望结合我们桃园很多的活动，尽量利用县光2村的场地，把它跟我们桃园很多活动结合起来，让很多我们桃园的居民，甚至全国的居民，能够透过活动也到县光2村来感受一下当年眷村的这些文化。所有的这个全区的眷舍哈，我们只复原了一部分，我们还有一段时间了，会把其他的眷舍也都复原起来。曾经住过县光2村的朋友，在这边恭喜他们，他们又多了一个可以回味的地方。当天现场，许多国军宪兵弟兄和原眷户家属都特地前来共襄盛举，甚至有103岁的原眷户老兵也坐着轮椅和儿子一同前来见证历史性的一刻。而他的儿子陈万荣，同时也曾担任县光2村自治会长，对这次修复的馆舍赞誉有加，保留原始风貌，同时也引入了创新元素，带民众看见眷村特色。而他也期盼市府能加快行动，早日完成全村修复。从民国63年就居住在我们的县光2村。好，那现在当然眷村在我担任自治会会长期间，将眷村完整的办理相关的改建，也很感谢桃园市政府保留我们县光2村的所有的原貌，然后进行相关的一个改建作为，那结合了地方的创生还有文创的一些产业，除了保有原有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设施，然后也将以前的旧有的眷村的风貌，完完全全保留下来，只是它变成一个新的一个建筑物，让大家有一些特别好的一些感受，这是我最开心也最高兴。这个未来的2期、3期的工程能做一个加速的一个完成，然后让大家看到这个真正以前老人家他们回到这个家的一个感觉，那是真的最好。最棒。另外，搬到附近国来的几位原眷户妈妈也回来县光2村逛逛，肯定市府对环境修缮与改造的用心，也到商店捧场吃面、聊天话家常，仿佛又回到过往眷村生活。打通一条这样长长，你去看的话，这样，就是蛮方便。是不是以前其实你们小孩子好像也都这样子？对啊，那都好几千年，它都整条这样子，看着我这样看着真的很舒服哦。眷村以前没有面店，有百货店，糖果啦，卖糖果，放贝贝。应该会有，很多人来逛，那你觉得园区好吗？好，种得很好，这回弄得很好，很棒，很干又干净。我发现他们弄得还不错，该用的哈，他们都有想到，这就很好。有以前，对，尤其他把它全部弄成一排，有没有？弄那个展览，我发现是很好，因为什么？就不要一家一家去走。因应开心馆新站，县光2村在这周末将举办文子电影院和导览活动，文化局也鼓励市民朋友多多来参与，认识和欣赏眷村的往日风华。记者林条报道。接下来要带你来看基隆市中山乐龄最近向劳动部申请5050壮世代计划，协助50岁以上的中高龄人士重新融入职场。这项计划提供了多元化的课程和服务，为中高龄及退休人士延续职业生涯或开创新的工作机会。一起来看看很受欢迎的咖啡记忆增能工作坊。豆子准备已经表面已经烤到金黄色，用陶锅小火慢炒15分钟，就亲自体验从浅烘焙到深烘焙的过程。第一包中培，亲自炒咖啡还要学研磨、冲泡，咖啡要好喝，每一个步骤都有学问。基隆中山乐龄学习中心争取劳动部5050壮世代就业网络合作计划，鼓励壮世代回到职场。我们政府呢，希望鼓励我们中高龄再出来再就业，退休之后呢，最好再有一些增能的一个技艺。那我们怎么样去斜杠或者是说再就业？那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工作的一个能力。5050迎新大挑战。拥有工作能力，强化壮世代就业服务的量能，增能奉献，
越老越精彩。那我发觉我们的这些学员呢，真的是都非常认真哈。我相信这6次的课程之后呢，每个人都可以斜杠去做他们喜欢做的这个增能的课程。不止就业，还能创业。冲泡的过程可有技巧。我们用焖蒸的水量，老师大概会注入40cc 的热水，水温是大概92度，大概冲煮的时候就1:16，所以20公克的粉，我们大概冲煮到320。学员们遵循规则，一步步来，收获满满。我觉得焖蒸的时间很重要，就抓准那个时间点，大概在15秒左右。然后再来就是注水的部分要稳定，用一个 No 字形，那不要忽短忽长，或者是水慢，要稳定。那泡出来的咖啡呢，跟平常的咖啡还没学之前，我觉得那个韵味是不一样，而且花香、果酸味全部都呈现在里面，我觉得很不错。把咖啡的这个冲泡跟实战，还有一些可能将来可以应用在职场上啦，或者是在要开店啊各方面的经营上面，都可以有所结合。这一项计划为中高龄人士提供了重返职场的机会外，也为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展现了老当益壮的积极人生态度。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接下来带你来看2024土地公民俗艺术节在新永和市场广场盛大展开，集结海内外203尊的土地公神尊，最远来自屏东车城，还有马来西亚伯公庙。桃园市长张善政特别到场参加主线大典，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2024土地公民俗艺术节周末在新永和市场广场盛大展开，不仅有热闹的展演、千人踩街，今年的规模盛况更胜往年，集结海内外203尊土地公神尊齐聚桃园，神像最远来自屏东车城，还有马来西亚伯公庙参加。桃园市长张善政也特别到场参加主线大典，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也希望把土地公文化推向国际。配车好友拜。今年大家可以看到我背后一共有203尊土地公的神像，这是历年来我们每年办这个活动，今年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这些神像，其中很高的比例来自于我们桃园。那么台湾呢，最远的来自于我们屏东的车城，还有海外马来西亚回来的伯公的神像。这个土地公不只是我们台湾，代表的是我们华人对我们土地的尊敬和热爱。那么我们这次的规模，是创往年的这些最大的规模。那么另外在稍晚等一下，我们也动员了我们所有社区，为了保存我们的民俗艺术，他们每年都在训练他们的这些表现。今天晚上会有社区的嘉年华，也会让我们所有的朋友对他们这些民俗艺术能够好好的欣赏。我希望说明年后年我们这个活动规模会比今年更为盛大，好好的彰显我们土地公的文化。203尊神尊中有一尊来自彰化花坛，他们供奉的不是土地公，而是土地婆。传说过去土地婆曾以火光示警乡亲台风将酿灾，因此在地民众便集资兴建土地婆庙，就连门神跟神将都是仙女，相当特别。这是他们第一次参加土地公民俗艺术节，主委觉得这样的活动很有意义。以前咱的医疗较无方便因为就是若讲要查某囡仔因若要生囝的时阵对无，伊就拢来甲咱的土地婆来甲咱拜拜就是会保庇咱的伫咧生囝的时阵会使顺顺时时。嘛有人一说就是讲土地婆是守财，土地公是招财，所以咱在拜咱的土地婆的话咱会使会甲咱的钱会使甲收获更加好的我们的特色就是讲你会说是看咱的门神咱的门神通常拢是咱的左右门神都是男生的部分，咱的门神是仙女，所以在表示讲咱土地婆是咱主要咱的正神，嘛是要呼吁着讲咱两性平权，唔是讲咱拢拜土地公啦，咱嘛使来拜咱的土地婆，欢迎着咱各个咱这信众会使来甲咱中华花坛崇德宫来参拜着咱的土地婆。
2024土地公民俗艺术节系列活动，表达了桃园人对于土地的尊重与爱护之意，希望透过2天的踩街、科仪、法会、酬神戏等等，彰显桃园土地公信仰的民俗文化，也庇佑市民以及所有参与活动的民众。张善政市长也现场分送寿桃给大家吃平安，欢迎明年继续来参加。记者赖伟一投影报道。再带你来看这金华城的风波，一把火烧到了高雄。国宾饭店的重建案，因为危老奖励让容积率增加到1142%，让各方质疑它的正当性，是否有图利厂商的嫌疑呢？高雄市政府就亲自上火线说明，表示国宾跟金华城案的基准点完全不同，希望外界不要借机混淆、恶意扭曲讯息。金华城风波一把火烧到了高雄，国宾饭店的危老重建案容积率被提出了质疑，因为从原本的840加上危老奖励之后，直接来到了1142。因为它是危老，它的容积从840变到1142，所以国宾大礼包是什么？国宾大礼包是原本它的土地面积可以盖的基准容积是1719坪。他光是得到的危老容积奖励就到了6127坪。议员对国宾饭店一时之间变成了危老建筑感到困惑，也让原地住户与环团质疑饭店危老重建的申请是否符合法规。危老奖励疑点重重，疑点重重，国宾重建，国宾重建应该公开所有的检测报告。你会觉得非常奇怪哦，为什么突然间一个房子本来是旅馆的时候超级安全？通过检测，突然之间他要都更要容积的时候，要这个36% 容积的时候，突然间变成危险，变成危楼。国宾饭店危老重建案容积率破千，让各方质疑它的正当性。而高市府也亲上火线说明，表示国宾危老案一切符合法规，与金华城案并非相同背景。本案并没有申请容积移转或增额容积，也没有额外独创任何的容积奖励项目。本案是国宾饭店依法提出申请，市府在受理后，除了依照危老重建改建条例核定容积之外，商区经过都市设计审议、交通影响评估以及环境影响评估等法定程序。35、33不一样，危老奖励非自创。第一，商业区法规容积率35和33本来就不一样。第二，国宾饭店使用的法源是全国一致适用的法源，而金华城是台北市自创的奖励容积率，二者却有明显不同之处。希望有心人士不要跌哥倒菜的胡乱比拟。市府强调，用地规划的基准点不同，国宾危老容积奖励也未超过法规的40%上限，希望有心人士不要借机混淆、恶意扭曲讯息。记者孙军高雄报道。为了响应交通安全月，新北市政府举办停浪文化2.0记者会，市长侯友宜亲自驾驶电动体验车，示范正确的停让行人方式。车子缓缓驶进来，等着过马路的孩童手牵手过完马路后再启动往前行。为响应交通安全月，新北市政府今日于市府1楼大厅举办新北市交通安全月停让文化2.0记者会。市长侯友宜也亲自驾驶电动车，示范安全停让行人方式，加强宣导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的正确驾驶观念。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交通安全是民众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其中让是最好的安全生活方式。希望借由多元宣导方式，不断提醒民众养成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的习惯，并落实于生活，保障行人安全。新北市在推动交通安全业，最重要是要不断的提醒大家，驾驶人一定要慢看停。行人在穿越斑马线的时候要停看听。我们把交通安全的秩序做好，那行人的安全就没有问题。交通安全是每一天交通生活的最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们透过我们各局处大家的努力，让我们新北市可以看得到出来，我们的行人事故率还有酒后驾车的发生率都比全国发生的平均值还低。但是我们永远要继续努力，希望每天都能够在交通安全上尽最大的心力，让所有的人在行人的在行走的过程当中都能够以安全最到位，才是我们为本。
我们大家继续努力。记者会中也首度公布交通安全宣导影片，由市长侯友宜携手围棋女神黑佳佳共同拍摄。影片中，市长也化身骑士，礼让行人黑佳佳过马路，传达停让文化的精神。侯友宜也特别感谢黑佳佳对于交通安全宣导教育的支持与鼓励，并呼吁市民礼让行人，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其实我非常谢谢黑佳佳给我们很多的支持跟鼓励。最重要，我们都是希望透过黑佳佳形象这么好，然后我们鼓励大家记得要好好的做好整个交通安全的秩序的维护。那也透过我们的宣导教育，以及在各项的礼节上，大家能够懂，原来让是一个最好的安全生活的方式。所以交通安全就是记得礼让行人，以人为本。谢谢黑佳佳跟我们一起共同来宣导。新北市新闻局表示，为让市民更深入了解有关停让的交通规则，即日起至9月13日，每日10点到5点于市府1楼大厅举办停让文化2.0展览，现场设置互动体验区和道路安全资讯区，让民众可以亲身参与学习道路安全知识。其中互动体验区模拟路口实境，设有道路地贴和停让立柱，让小朋友们可透过驾驶儿童体验车学习正确的停让行为。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与。记者肖世宏新北仓报道。历经15年的推动，国道7号终于通过第2阶段环评大会的审查，预计最快2025年动工，2030年完工通车。但是在路线规划及土地取得方面，仍然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地方希望政府能及早因应，让国道7号顺利完工，疏解高雄市区拥挤的交通情形。塞，不只是高雄港通往码头的路上塞满了货柜车，连市区的道路也都是货柜车的身影。高雄港近年来货柜量大增，连带使得周围道路使用度爆表，不止交通品质差，也让民众饱受安全威胁。地方便希望政府能够让国道7号早日动工，疏解高雄市区拥挤的交通情况。码头已经完工了，本来是一天的那个货柜交通流量3万，现在已经变成一天交通流量达到那个一天将近有600车次的那个货柜车，整个小港地区的整个交通流量都被整个拖板车占住我们的车道，事实上造成整个地方里民的安全的问题。国道7号事实上应该要赶快处理了，因为环评也拖将近10年多了，10几年了，希望尽快把国区赶快定案，赶快来处理。历经15年的推动，国道7号终于通过2阶环评，在顺利通过国发会的审查和行政院的核定之后，预计最快可以在2025年动工，2030年完工通车。但在路线规划及土地取得方面，仍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市议员李顺进希望政府能够及早因应，让国道7号顺利完工。环评走完了，现在正在设计的阶段。那未来的新建面对的国区更多的问题，好，比如说临防，还有这个周遭的环境，还有目前的一个路廊，都不是很确定的情况之下，碰到工厂转弯，碰到这个比较有这个抗争力的转弯，那我们都希望能够以适当的办法，比如说取得地上权，比如说比较优惠的，好，比如说是最安全的，不要一条国道7号23公里，1257亿的这么庞大的预算，从原来9个交流道，现在检讨到7个，既然可以检讨到7个，为什么不能检讨到6个？等于说减少我们阻碍的一个路线，最起码是要把这些货运出来，不是要变成这个市区的道路，说每个地方每个路口都有交流道，那也会影响，甚至会拖延到我们整个完工的期程。先前部分地主质疑反对国道7号路线的规划，导致后续公听会说明无疾而终，开工时间也充满变数。但由于背负着解决地方交通重大任务，政府和中央单位还是得加把劲，让国道7号早日进行，顺利完工。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嘉新闻，也欢迎您到中嘉新闻的脸书及 YouTube 按赞，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蔡小君，祝您一切平安，我们再会。
接着，诺克奖提醒您：屋外是瓦斯热水器，绝不可装在加装窗户的阳台、厨房等室内空间，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就会产生一氧化碳，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想保命，跟我这样做：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三、改用电热水器。诺克奖祝福您洗澡通风保安康。酒驾罚很大。一、提高酒驾违规罚锾，再犯才累计加重，罚款无上限，酒驾拒检或拒测罚更大哦。二、呼气酒测值达0.25毫克以上，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三、酒驾再犯、拒检及拒测再犯，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没入该车辆。四、酒驾重新考照，需强制加装酒精锁，找别人代吹也不行，要罚6000至12000元哦。五、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瘾治疗，不得再申请考照。六、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酒驾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机房及非法机上盒经销商强力查缉，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盒，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看到一则则的新闻，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盒的业者都会遭到最重可处2年以下徒刑和50万元罚金。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 App。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有任何的罚则，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支持影视产业。